九尾狐，最近怎么样？我换了另外一种办法，这次有最大的把握可以成功。看来你是把我的话听进去了。说来听听，你准备怎么样接近冷血？神侯府有个丫鬟叫楚离墨，与我情同姐妹。她被诸葛正我派去冷血身边做贴身丫鬟，借此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冷血。只要时机成熟，我就有把握拿到冷血的血。只有出卖了自己的朋友，出卖了自己的真心，才有那么一点点结果。我没有看错你。不，我没有朋友。只要能救我夫君一命，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好，你要好好的把握时间，血一到，我们就开始做药。是。春桐，王爷。王爷，四大凶徒最近怎么样了？四大凶徒死了一个之后，剩下的3人都躲了起来。这几个人贪生怕死，看来不敢轻举妄动。他们情同手足，一定会对付神侯府。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学妹，夫君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……以为我怎么了？看，我给你做了什么？你做的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啊？你的生辰。我特地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。你做的面？不过夫君，你这身子怎么能自己做饭呢？做一碗面还是不碍事的。来，趁热吃了。慢点儿，我来。小心啊！来，坐。快，趁热吃了吧。夫君，我要你喂我。好，我来喂你。来。雪梅，我也想让你一直留在我身边。我知道我连累了你，可是能像现在这样多连累你一天，那我也是幸福的。夫君，你怎么会连累我呢？你能在我身边，才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夫君，肯定是累着了吧？来，我扶你上床休息，慢点啊。李默呀，以前的事呢，都
是春萍姐不好，你可别生姐姐的气啊。没事，我这个人呢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记性不好，以前的事我全都忘了。哎呀，忘了就好，忘了就好。哎，林墨，跟姐姐来，来。你看，哎呦，这些呀，都是姐姐特意亲手给你做的，来尝尝啊！多谢春萍姐啊！哎，谢什么呀？咱俩可是好姐妹嘛。林墨呀，姐姐有一件事想求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你不要让我去偷那个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姐姐就是想啊，你以后能够在冷血统领面前多说说姐姐的好话，没事呢就常来看看姐姐，顺便把冷血统领的近况跟姐姐都说说。这倒不为难我。不过春萍姐，我也要麻烦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以后帮我多照顾叶儿，别让她再被小梅欺负了。行，包在姐姐身上了。冷统领，哦，你以后就住那边了。他过来干嘛？哎呀，冷统领啊，诸葛大人说让他过来伺候您。其实我吧，也不太愿意让他过来。要不您看，换我过来伺候您。你过来。你上次偷我手帕的事情还没跟你算清楚，你这次又想做什么？春萍姐，关于手帕的事情，你是不是要帮我解释一下呀？是谁让我去偷那手帕的呀？哎呀，我忘了！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厨房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没有忙完呢。哎，冷统领，既然这是诸葛大人的命令，这当下人的也只能听令了。您呀，就将就一点，过几天再换春萍来伺候您啊！我先走了。啊，春萍姐，春萍姐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连他都走了，你也可以走。要不是诸葛大人让我来照顾你，我才不想留下来呢。不过既然我来了，就不会走了，因为呢，这是诸葛大人的安排。我的小厢房。哇，好大的房间，我还有自己的床啊！人呢？你吵什么吵？我警告你啊，以后我睡觉的时候不许进入我的小厢房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不许随便乱碰我的东西，擦过的东西一定要放回原位。在我睡觉的时候，不许你在这里走来走去。那如果我内急怎么办？忍着。好，那以后我在这里加装一个帘子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这里是我的房间，你没有权利。我是没有权利啊，不加就不加算了。累了一整天，我去休息了。我忍，休息了。谁让你休息？我告诉你，把这整个房间给我打扫干净。冷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你怎么还没睡？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，我新得了个瓷竹席子。瓷竹虽然常见，但妙就妙在这是用蜀中深山的瓷竹做的。这瓷竹皮薄如蝉翼，一条席子还不到2两重，睡觉不沾身。我想这种东西太过清凉，女子用着不合适，不如给你用好了。谢谢你，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我那里还有，还是给你用好了。季统领，冷公子，你的房间我替你打扫好了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我要去休息了。哎，再去帮我打盆热水来。
是。冷大哥，他睡你屋吗？是世叔安排他睡在我的小厢房里。你不要误会，是2个房间。哦，我很好奇，诸葛大人怎么把他安排给你当丫鬟？看他这脾气，你哪吃得消？最起码你应该找个安静点的。算了，不要再说他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这席子你自己留下用吧。季姐姐，你没有把席子拿给他吗？哦，还没有。楚离墨是不是真的搬过去了？这怎么能行啊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冷统领又风流倜傥，是个女的都会喜欢他。行了，我累了。行，那姐姐早点休息。哎，对呀，既然在他身边，我要怎样帮助叶儿偷冷血的血呢？冷公子，来，热水来了。哎呀，你看这水香吧，我在里面加了花瓣，还有牛奶。哼，你待我这么好，来，我帮你脱鞋。来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你流血了，我帮你擦。终于拿到他的血了！哎呦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你要干嘛？大半夜的，我找你好久了。我让你做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呀。你要他的血吗？那你拿到了吗？我拿到了。真的吗？在哪里啊？刚拿到就被你给吓醒了。李默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开玩笑。你现在住在冷血的房间，想拿他的血简直易如反掌。哎呀，没那么容易啊。他这个人武功高强，甚是警惕。那你趁他睡着的时候偷偷的去拿吗？我知道我答应了你的事情我会做到，但不是现在啊。李默，我怕来不及了，我的夫君马上就要死了，你一定要尽快帮我。你别担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世好妙计。热水来了。怎么这么慢？烧水不用理时啊。哎呀，来吧。哎，我累了，不想洗。耍我？不洗就不洗，我自己洗。
你笑什么呢？我没笑啊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笑了？我2只眼睛都看见了。我呢是想说，从今天起啊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冷公子的。我也相信冷公子也会好好对待我的，所以我就开心了嘛。嘿嘿。你笑得太假了，回去要多加练习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替冷公子打盆热水，顺便回去练习一下。冷公子，你在哪儿啊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呜呼，闻到了没有？这个水很香吧？因为我在水里加了玫瑰花瓣，还有牛奶。这个笑容够真诚吧？还是那么假。哎，来，请坐。待我这么好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从今天起，我会好好的伺候冷公子，也相信冷公子会好好对待我的，对吧？哦，来，我帮你脱鞋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帮你洗吧。不成啊，我是丫鬟啊。不会啊，你看我平日经常欺负你，这一次也算是我对你的弥补。啊，这水里我加了玫瑰花瓣和牛奶，给我洗了浪费。你把鞋脱了，我帮你洗。这水里分明有钉子。钉子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有钉子啊？那你来啊！这水里真的有钉子，公子你真是火眼金睛。我立刻去换一盆。还说是待我好，分明是想捉弄。什么嘛！居然被拆穿了！哎呦，我的玉脚啊，差点要受伤。这个方法怎么会行不通呢？哼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个方法才行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说呀！你们见过世叔经常戴的手帕吧？那个手帕上面呢，绣了样东西。切，你们不觉得好奇吗？那手帕是世叔50大寿那年娇娘送给他的。娇娘还亲手在那个手帕上绣了一只五彩的麒麟，亲手绣的，那麒麟栩栩如生。娇娘绣她用的金线是从天域运过来的，所以绣出来的五彩麒麟颜色特别鲜艳，特别好看。传说中，凡是麒麟踩过的地方，都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好运，所以娇娘给世叔绣的这个麒麟，意味着麒麟吉祥。那年世叔50大寿，我去外面查案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不过世叔跟娇娘相识这么多年，他们的关系又像是朋友，又像是情侣，实在是有点扑朔迷离啊。我倒是觉得，他们两个像是好知己，两情相知吧。既然他们俩两情相知，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不成亲啊？哎，这个秘密我知道，有价值才说出来。你敢确定你知道的是秘密？别又像手帕，人人都知道，就你一个人把它当成是秘密。这个秘密可是紫罗公主告诉我的。皇宫内幕算不算秘密啊？算不算啊？快说，算不算秘密？说。娇娘那个时候呢是公主，她有一次游湖不小心掉到了水里面，知道是谁救她吗？谁啊？世叔。世叔？哇，英雄救美啊！娇娘呢，她感激之余就爱上了世叔。可是皇上觉得他们不配。世叔那个时候啊，一定是个小喽啰。哎，对，跟你现在一样。但是世叔呢，以他的能力，
他很快就当上了神侯府的统领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娇娘觉得世叔当上了统领，就跟他相配了。但是那个皇上还是用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，就不让他们成亲。皇上没有跟进这个事情？有啊，而且还派人叫他回宫。但是那个娇娘说啊，如果皇上不让他成亲，他终身不回宫。怪不得他们年轻的时候不成亲。他们这样拖拖拉拉，拖到我们都长大了，都20年了。真没想到，世叔和娇娘还有这么一段感人的往事。兄弟，我这个算是一个秘密了吧？这个秘密，我们2个人都不知道呢。这确实算一个秘密，而且是一个天大的秘密。那你们都知道这个天大的秘密了，是不是可以带我去明月楼吃一餐？你少来这套啊！每次都想去明月楼免费白吃白喝啊？是啊，我们才不会上当呢。走吧，来，走了。师伯啊，林墨，你读心术心法练习的如何呀？林墨不敢怠慢。很好，现在就是我考验你的时候到喽。这些人好可笑，他们都被关在笼子里，还一个个傻傻的看着我，还要我学他们说话，哼，好无聊啊！师伯，我读出来了。他呢，觉得我们人类待的地方才是一个大笼子，他还觉得我们逼他学舌，觉得无聊呢。哦，原来在鹦鹉的眼睛里，我们人的世界才是笼子。一天到晚被人抓来抓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唉，小兔子，你还真可怜呢。你干嘛盯着我？你中午不要吃我，千万不要！师伯，他呀，他想要自由，您放了他吧。跑哪里去了？喂，你别跑啊！喂，你别跑啊你！师伯，对不起啊，那只小狗太皮了，它根本就不肯停下来让我看它的眼睛，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。林墨啊，虽然我们的眼睛可以代表心，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它，因为有时候对方不见得会给我们和他对视的机会，这个时候就要靠心，用心去看他，看对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。我知道，这很难。师伯，这真的太难了。万法唯心，万道唯心，心为人之主宰，亦为精气神之主宰。哎，我真笨呢！我今天被那只狗迷得昏头转向。师伯说的没错呀，我这个读心术不单是用眼睛，还得要用心。眼睛，哎，眼睛还挺大的嘛。他睡觉怎么还穿得这么严严实实的？这个人真讨厌，睡觉就睡觉，瞎翻什么身啊！
李牧，诸葛大人，你在冷血身边待得如何呀？还可以，基本上只要他不招惹我，我是不会去惹他的。诸葛大人，不过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您安排我去做他的贴身丫鬟呢？府里的每一个人我都愿意去伺候，但是这个冷公子啊，他的脾气实在是太古怪了一点。我让你去啊，当然有让你去的道理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李默，师伯今天就要在大街上直接考验你。我让你学的可不是一般的技能啊，要你学的是如何去洞悉人们的心思。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他们的心思一般都是藏在心里面，而读心术就是要让你去了解他们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师伯，可是这样听起来读心术好像很难学。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好，做事又迷迷糊糊的。只要你想记得的事，就永远都忘不掉。就像你对你娘一样，她走的时候你才3岁，你还是没有忘记她呀。你是卞弘耀的女儿，读心术世家的传人，天赋异禀，必有所用。只要你勤加练习，假以时日，必然大成。知道了。为了要打开你的心智，你要集中精神，闭上你的双眼，运用秘籍上的心法，开启天童之眼，洞察他们心里所想。可是闭上眼睛，所谓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我明白了。去吧。小二，沏壶茶来。万法为心，万道为心。心为人之主宰，亦为精气神之主宰。炼精、炼气、炼神，均需从炼心开始。心寒动静，心不动，则虚极静笃。李默，如何呀？师伯，我听见了，读心术起作用了。哦，你看那边，那个妇人呐，她心里在想她相公的事情呢。还有那里，这个人呢，昨天赚了很多的银两呢。还有。那个老太太，她打算回家煮菜给她孙子吃。师伯，你现在觉得我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你放开我！你还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不会再跟你在一起了。哎，你松手啊！原来这世上的好梦终究会醒。青春美眷敌不过似水流年。张公子，请你不要怨我，人家李公子家条件就是比你好。我如果嫁给他了，我爹的病就有的治，我弟还可以上学堂。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。师伯，
原来人生如戏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得已。李默啊，你又更上一层了。师伯，是不是学会读心术之后，就能找到我娘啊？师伯不敢断言啊，你学会了读心术之后，就能够立刻找到你娘。但是洪耀在16年前临行之时啊，在那么仓促的情形之下，却把读心术心法托给我来保管，可见得在他心里面，他是为他最在意的人而考虑的。李默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女人，在她一生当中，什么是她最在意的事情？是什么？当然，是她10月怀胎所诞下的骨肉。是我？是。所以师伯在想，要想打听你娘的下落，或许读心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所谓母女连心，有了读心术，或许真能让你和你娘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别着急，等会儿我带你到我表姑家去，你先在那儿小住上一阵，慢慢的再去找你姐姐的下落啊！别哭啊！这个姑娘长得挺水灵的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不好了，师伯，他想要把那个女孩带去卖掉。走啊，快着点啊，咱马上就到了啊！哎，看就这儿，哎，到了这儿啊，你就先住上啊。表姑，哎呦，来啦！小姑娘，你看看多好啊！漂亮啊！看这脸蛋儿，看这身段儿。师伯，拿着，跟我走吧。哎，走啊！抓住他！抓住他呀！上哪儿去？你们这些无赖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哟呵，啊，找事儿是吧？哎，揍他！找打呀你！快走！哎，没事了，你别哭啊，不怕啊。小姑娘，拿着这些盘缠，赶快回家去吧。谢谢大人。嗯。你别走！放开我！我不放！你放手啊！我不放！你放手！别走！你别拉扯！别走！放开我！那个男的，好像偷了那个女人的东西。哎呀，快放手！我不抓住他！我不放！我不放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！你这是干嘛呀？男欢女爱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你还在这儿拉扯扯的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不能娶你，你饶了我吧！干嘛这样？我就是喜欢你。那男的原来不是小偷啊！师伯，看来我的读心术有时候灵，有时候还是不灵。读心术啊，读的是人心嘛，人心越是复杂，读心术就越是博大精深。况且感情的事情，本来就是人生很漫长的经历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你要牢记啊，想要读懂人心呢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哦。嗯，师伯，我明白了。读心术啊，读心术，要学会你怎么这么难呢？哼，我听出来了，小鸟，你是在夸我长得漂亮。嘿，李默，你去把这些点心带到后山瀑布给冷血公子。后山？嗯。我看他怎么出丑。
别闹，别闹！哎，来，这件事还是要多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个胆小鬼！别闹了，快下来呀！快上来呀！来吧，来了个女的呀？是啊。喂，你什么你啊？你太不知羞耻了！想看什么？来啊，继续看！姬姐姐，不好了！姬姐姐不好了！那个叫楚离墨的居然跑去后山偷看祁离寺洗澡了。什么？楚离墨就是诸葛大人安排给冷公子的那个丫鬟。她一定是去偷看冷公子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在各司传得沸沸扬扬的了。这个小丫头，真是明目张胆。行了，不要乱嚼舌根了。姬姐姐大人有大量，不跟她一般见识，咱们得管管这事儿。气死我了！你们两个又想干什么？是什么？3不准。第一，不准正眼看冷公子，见到冷公子要低头。第二，不准和冷公子有任何语言上的交流，只能说哦，还有不知道3个字。第三，不准对冷公子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哦，不对，连想都不能想。你们两个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最好把这个拿回去给冷公子瞧一瞧，让他也遵守一下吧。我警告你，楚离墨，冷公子和我们姬姐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你这个小丫鬟就别再痴心妄想了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占冷公子的便宜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记住了没有？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该我了。第一，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，看到他那张臭脸我就倒胃口。第二，我也不想跟他多说话，说多了我口干舌燥。第三，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对我也完全没有兴趣。说完了，可以走了吧？见过。哎，这个小丫头真是嚣张啊！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教训教训她。出去！你那么凶干嘛呀？我应该对你再凶一点，挖了你的双眼，让你偷看男人洗澡。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是他们骗我去的。他们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吗？你这个人做事不长一点脑子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回来，倒水。冷公子请。不喝啊？是要我喂你是吧？这水是凉的。是凉的，你不喝就更凉了。好，你不喝，我就给你准备热水。站住！把水放下。我就喜欢喝凉的。凉了，你慢慢喝。既然你看着我心烦，我出去便是。你干什么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房门半步。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啊？我都说了不是我的问题嘛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莫名其妙，不讲道理。喂，不理我，不理我，我回我的小厢房去。去！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干活。